廉署繼續調查新地郭炳江同郭炳聯以及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被捕嘅案件。消息話案件由一個處長級人員領導調查。新地嘅股價跌1成3，標普就將新地列為負面觀察名單。緬甸星期日補選，昂山素基投訴選舉唔公平，黨員拉票嘅時候受到恐嚇。各位，詳細新聞內容。廉政公署繼續調查新鴻基地產聯席主席郭炳江同郭炳聯以及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被拘捕嘅案件，3個人都獲准保釋。消息話，有上市公司嘅高層舉報呢一宗案件，並且提供咗大量文件。廉署已經成立專案小組，由一個處長級人員領導調查。而新地喺復牌之後，股價就急挫，市值單日蒸發超過380億。我哋先睇下調查嘅進展。位於深水灣道郭氏家族嘅大宅，成日都有大批記者守候。星期4晚接載郭炳江同郭炳聯離開廉署嘅私家車，曾經出入大宅，但係見唔到兩個人。冇嘢，後邊冇嘢。許仕仁位於禮頓山嘅寓所樓下，亦都有記者等候，但係唔見佢露面。好，小心啲，小心啲，小心啲，小心。許仕仁係喺星期4晚11點9坐7人車離開廉署總部。好啦，而家走就啦，走就啦，師傅。好，慢慢喐，慢慢喐啊！郭炳江同郭炳聯亦都喺夜晚11點幾坐車離開。消息話3個人獲准保釋，稍後要再到廉署報到。喂，師傅，救唔到我。小心啊！有車啊！小心啊！喺車小心啊！廉署早前證實拉咗一間香港上市公司嘅2個高層同埋一個政府前主要官員，懷疑佢哋涉嫌貪污。消息話，案件係由嗰間上市公司嘅一個高層舉報，並且提供咗大量文件。廉署執行處成立專案小組，由一個處長級人員領導調查，同埋分析行動裏邊檢獲嘅文件。至於被捕嘅前主要官員，消息話，除咗最初有人指控佢涉嫌租住私營公司嘅物業可能有利益衝突之外，廉署懷疑佢另外收取其他嘅利益，亦都懷疑佢曾經向私營機構提供有關賣地同發展計劃等內部機密資料。廉署稍後亦都會向政府索取佢曾經參與決策嘅文件。受到負面消息拖累，新鴻基地產復牌之後，股價急挫1成3。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將新地列入負面觀察名單。有學者認為應該盡快委任主席替代人選。新地主席郭炳江、郭炳聯懷疑觸犯防止賄賂條例被捕，董事局決定保留2人嘅主席職務。新地早上復牌之後插水，收市急挫1成3，報96個半，單日市值蒸發超過380億。旗下嘅新意網同數碼通跌近4%。有學者指事件對企業管治聲譽造成重大打擊，建議盡快揾人選替代主席職務。咁呢啲基金係揸貨係好多，同埋佢係睇長線，好重睇重呢啲嘅企業管治嘅。咁嗰班如果係話嗰個嘅投資信心係失嘅話咧，咁呢個打擊應該係最大嘅。最容易就係揾翻佢哋嘅媽咪出嚟啦。最理想嘅就好似啱我提到啊，揾一啲佢哋家族以外一啲嘅人咧，就係嚟到做呢一個嘅主席嘅職務。不過咧，其實就唔係咁容易。新地喺管治方面屢獲獎項，啱啱喺今個月獲雜誌選為香港最佳企業管治公司第1名，管理層同董事局承擔係其中一個評分嘅項目。有分析員指現階段披露資料太少，投資者擔心決策層有機會出現真空。上層嘅決策層會冇真空嘅情況出現咯，我都係驚緊呢個可能性啦，可能性幾大我唔知啦。短期內嗰個除非有個明朗化嘅情況出現呢，新地股價都繼續會受壓噶啦。證券界反應負面，花旗指對事件感到驚訝，大削目標價3成。巴克萊將新地評級降至減持。野村相信新地要較長時間去重建投資者信心，但就唔會影響集團嘅日常營運。無線電視記者范巧如報導。而港股就連跌第3日，總結第一季恒指累積升咗2100幾點。大市最多係跌過235點，尾市嘅跌幅就收窄，收市時候報20555點，跌咗53點，成交係736億。
新地急跌拖累其他嘅地產股，跌幅係介乎2%至3%，長實險守100蚊嘅關口。內銀股力撐大市，工行同中行派成績表之後升超過1%。成個3月恒指係跌超過1100點，抵消咗前2個月部分嘅升幅。第一季就累積升超過1成1。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公開簽署聲明，確認自己並唔係任何政黨嘅成員，亦都否認曾經加入或者係俾人邀請加入共產黨。梁振英原定挨晚落區見市民，佢特別喺離開舊政府總部候任特首辦公室之前，叫傳媒到場見證佢向公眾簽署法定聲明，證實佢冇加入任何政黨。謹以至誠鄭重聲明，本人不是任何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569章第31(2) 條所界定嘅政黨嘅成員。本人僅憑藉宣誓同埋聲明條例第11章，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並確信其為真確無誤。梁振英喺簽署之後，由在場嘅太平紳士簽署見證。陳家駒太平紳士見證。人民網早前刊登梁振英嘅簡歷，稱佢為同志。根據內地慣例，一般會對共產黨員有咁樣嘅稱呼。人民網其後已經更正對梁振英嘅稱呼。梁振英嘅重申自己唔係共產黨員。睇下人民網稱呼你為同志啦。我總之我自己唔係任何政黨嘅成員，亦都唔係共產黨嘅成員，我從來唔係冇要求加入過，亦都冇人呢係邀請我加入過。根據選舉條例，行政長官當選人要喺7日內公開聲明，表明唔係任何政黨嘅成員。無線電視記者汪銘希報導。另外，梁振英連續第3日落區，佢公開簽署聲明之後，隨即去到沙田大圍，喺區議員嘅陪同之下同市民接觸，有人送紀念品俾佢，又同佢握手。而梁振英呢會喺夜晚8點左右去到上水同市民接觸。第一階段粵港自駕遊計劃今日開始接受申請，頭4日合共200個申請嘅配額全部已經被預留咗。本港唔少車主去外地旅行嘅時候都中意自駕遊。由今日起，本港車主都可以向運輸署申請，由香港揸車經深圳灣口岸去到廣東省作日嘅自駕遊。有意申請配額，預留配額之後，需要喺5日之內向運輸署遞交申請，費用係45蚊。運輸署批出許可證之後，再到中旅社購買保險，領取廣東省發出嘅臨時行駛證同埋檢驗檢疫申報卡。運輸署話，首階段粵港自駕遊計劃初期每日批出50個嘅配額，而頭4日亦都即係下個月27號去到30號嘅配額，去到下晝5點已經全部被預留。至於申請嘅司機需要同時擁有中港兩地嘅車牌，所揸嘅車係要5座位或以下。有汽車團體提醒，內地嘅交通規則同香港唔同，喺內地自駕遊嘅時候要留意，一定要留意車速，因為上邊呢喺啲公路樹呢。沿路都有影相機嘅，佢哋係執行得好嚴㗎。上邊咧，如果佢哋有事故嘅話咧，佢哋警察嘅執行嘅時候咧，同我哋香港會唔同啲嘅。譬如例如佢哋會扣起架車，而香港好少扣起架車嘅香港啊。咁另外就如果個傷者入醫院嘅時候咧，佢哋係要希望擺低錢或者有現疏。咁呢啲嘢大家要注意啦。政府早前話過，首階段自駕遊計劃落實一段時間之後，先至會進一步研究第2階段，亦都即係話廣東省汽車嚟香港嘅具體安排。無線電視記者陳嘉報道。緬甸星期日舉行國會補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基話選前有大量違規行為。佢認為選舉冇辦法做到真正嘅自由同埋公平。昂山素基喺仰光嘅住所外召開記者會，係佢上個星期因為身體不適停止為補選拉票之後第一次露面。選舉在即，昂山素基話競選活動有唔少不當甚至係非法嘅行為，例如佢領導嘅全國民主聯盟候選人被恐嚇，甚至係被掟石頭攻擊，選舉海報被毀壞等，已經超過一般民主選舉可以接受嘅程度。昂山認為部分係官方所為，但係佢話會堅持盡力參選，因
為選舉係人民所求，藉此亦都可以推動國家和解。I don't think we can consider it a genuinely free and fair election. We will try to tolerate what has happened, and we hope that the courage and resolution of the people will overcome the intimidations and other irregularities that have been taking place. 66歲嘅昂山素基面容略為憔悴，但係記者會仍然開咗個半鐘。佢更加用佢早前勞累而病倒嘅消息嚟開玩笑。Any tough questions and I shall faint straight away. 緬甸國會有664席，星期日會補選其中45席，佔國會民選席位7%。昂山素基會喺仰光一個選區出戰。分析指，就算昂山同埋盟友大勝，仍然不足以動搖現政府嘅權力，但係最少令昂山再有機會喺國會內發言，亦都可以令緬甸政府藉此爭取外國放寬制裁。無線電視記者陳永欣報導。南韓政府消息話，北韓尋日朝早試射短程導彈，相信同下個月中發射人造衛星無關。日本政府就正式頒布命令，當衛星威脅到日本嘅時候，會發射導彈攔截。日本防衛大臣田中直紀主持防衛會議，商討北韓喺2個星期後嘅發射計劃。會上決定有需要嗰陣使用導彈攔截。經首相野田佳彥同內閣同意，田中直紀簽署破壞命令書，攔截令正式生效。一旦北韓嘅發射物直接威脅日本安全，例如飛越領空或者有碎片跌到日本，自衛隊就會發射導彈攔截。田中直紀向國會解釋，攔截令係要避免突發事件發生，因為預防必定好過後悔。北韓計劃喺下個月12至16號發射光明星3號衛星，紀念今日成誕辰100週年。北韓堅稱衛星係和平用途，用嚟監測氣象同勘探資源等。不過日本同美國等國家都認為北韓實際上係要試射可以裝載核彈頭嘅長程導彈。根據北韓向國際海事機構備案，火箭喺發射之後會向南面飛，途中飛越日本沖繩南部海域。日本自衛隊會喺東京首都3個地點同沖繩縣那霸市、南城市、宮古島同石垣島部署愛國者3型地對空導彈。同時喺沖繩附近同日本海部署3艘配備攔截導彈嘅神盾級驅逐艦。喺09年，日本亦都曾經針對北韓發射衛星頒布攔截令，但火箭最後並冇飛越日本領土。另外，南韓朝鮮日報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話，北韓喺星期4嘅上晝喺平安北道近黃海海岸試射2枚短程導彈，推測係射程有120公里嘅 KN-01 導彈。估計北韓係要測試嗰款導彈嘅性能，同下個月發射衛星無關。無線電視記者陳敏婷報導。休息一陣，翻嚟報導。有文憑試考生違規拍攝試卷電腦條碼，可能會被降級。又會講下啦，點解犀牛角嘅價值會貴過黃金？發燒喎，覺得發燒即刻用小林退熱貼啦。咩？冷卻啫喱濕潤冰涼，貼喺額頭，好快冷卻散熱，持續成晚。唔該晒。感冒時節，屋企常備小林退熱貼。哎呀，點解仲係周身骨痛㗎？嘿，食綠養方健骨活絡專方，咁先至治本㗎嘛。佢有效強肝腎，舒緩骨關節痛楚。綠養方健骨活絡專方，唯一獲香港執業物理治療師協會推薦。小朋友嘅學習能力總係超乎我哋嘅想象。惠氏金裝 4D 營養，全方位培育4大能力，小朋友發展得好，學習基礎自然好。哇！佢學得出色，俾我更多驚喜。培育4大能力，學出高表現。惠氏係最多喺香港受訪媽媽選用 No.1 品牌。自從 I 嚟咗，好明顯，妹妹轉數快咗喎。啲英文又勁咗。Yes， 因為我有超過50個資訊同教育內容，新聞、娛樂應有盡有。咦，媽咪 upload 咗呢張相上 Facebook 喎，我仲預載咗多個熱門嘅 Android Apps。Android？ 全新 i 家居平板電腦，即打28881888申請啦！
想睇2012歐國杯西甲加88蚊就可以喺 I 睇埋 Now Sports 兩強列陣，而家申請仲送歐國杯限量禮品，即打28881888。有研究顯示，20零30歲努力隨時開始衰退，工作表現下滑，邊個都避唔到。飲白蘭氏雞精幫個腦保養下啦，佢蘊含抗氧化物卡諾善，幫你保持頭腦健康。獨有 Probactogen 嘅白蘭氏雞精，仲有助改善思維表現，個腦夠 fit，表現持續出色。今日咧，我哋有啲好急嘅事喎，你同我帶 Coffee 翻屋企好冇啊 ？Coffee， 哎呀，你咁曳嘅，周圍走，原來就係偷咗我隻狗。阿 Sir， 你嚟得啱啦。咁呢只係奶茶，咁我 Coffee 咧？結婚方程式今晚8點。翻嚟新聞時間，考評局發現有文憑試考生違規喺試場拍攝試卷上面嘅電腦條碼，咁考生可能會因此被扣分，甚至係降低評級。咁考評局亦都發現2宗高考考生喺互聯網展示試卷電腦條碼個案。有人喺試場影低貼喺答題簿嘅電腦條碼，放上互聯網，相中有字條為考生打氣。考評局指事件涉及一個考生違規，係個別情況，但喺網上討論區可以揾到唔同考生喺試場偷影嘅相，包括文憑試試場環境。而家考緊嘅高考中化科亦都有電腦條碼被影低，仲有選擇題嘅答題紙。影咗呢啲巴高上網呢，係冇任何功能嘅，可能即係你話唔得，我專登做咁樣嘅心態嘅啫。巴高裏邊咧，其實咧主要個考生嘅基本嗰啲嘅資料嚟，嗰個係有後果嘅。個後果就係咧，如果嚴重，我哋有個調查委員會啦，個委員會討論過之後咧，如果真係覺得嚴重嘅時候咧，佢可能會受到扣分，甚至乎 downgrade 嘅。所以咧，呢個以往都發生過。有考生贊成嚴懲違規個案，可能監考員唔係太多，或者係咯，佢都有心影，其實佢都影到嘅。考評局佢會真係有作出呢啲處罰啊，或者可能例如降級啊嗰啲，可能真係有阻嚇性嘅。我又唔知點解佢哋會做到啦。不過我就見到其實考場入邊嘅監考員都好嚴格嘅。咁其實我就見話冇乜機會可以俾佢影到或者帶離場咯。考評局嘅緊急熱線36288860，過去2日收到800幾個查詢。無線電視記者汪明希報導。另外，中學文憑試今日就考英文科，考生可以選擇深啲或者淺啲嘅題目。文憑試第3日，英文科卷1考閱讀能力分2個主要嘅部分。A1 係必答題，考生閱讀一篇大約1000字介紹棋類遊戲嘅文章，再回答選擇題同埋短答。B 部分2揀1，揀 B1 嘅題目就淺啲，但係最高只可以攞到4級嘅成績。考生要閱讀一篇介紹小朋友參加國際環保活動嘅文章，再答問題。B2 嘅題目就比較深，有2段嘅文章，評論東西方社會、父母管教仔女嘅學習有啲咩分別。而卷2考作文亦都分2部分。第一部分考生要假設自己係記者，寫一篇200字有關記者工作嘅報導。第2部分喺8條題目當中揀1個嚟作文寫400字，題材有書信、演講詞、博客文章同埋故事。B2 嗰度嚟講，我覺得有8版會相比 B1 嚟講係較多咯，即係就算可能你睇得明篇文都未必做得切，所以我都會揀翻 B1 嚟做。多咗時間咯，見好多人走，原本諗住唔走，不過做完都冇咩做㗎啦。有資深嘅英文科老師認為試題嘅內容正路。B1 比較淺嘅部分咧，都係接近會考多啲嘅。咁而B2 嗰部分嘅文章咧就會係比較深啲，就會比較接近高考多啲。佢要視乎於咧英文呢個成績對佢去考大學佢嘅選科係有幾重要。英文科嘅聆聽考試就會喺星期6進行，而文憑試另外2個核心科目通識科同埋數學科就會分別喺4月2號同埋4月16號開考。無線電視記者陳俊彥報導。多個市區的士團體向運輸署申請起標價2蚊，同埋增設燃氣附加費。石油氣價持續上升，嚟緊又會再加。30幾個市區的士車主同埋司機團體同運輸署開會，爭取起標由20蚊加到22蚊。2公里之後，每次跳標就加1毫，去到個6；9公里之後就維持1蚊一跳。
另外又要求增設燃氣附加費，其中一個方案係，如果標準氣價係介乎每公升5蚊至到7蚊，就會向乘客收取2蚊嘅附加費，並且定期調整。而家嘅氣價每公升大約5至6蚊，下個月會升到接近7蚊嘅水平。有的士團體就話成本急升，希望政府同時考慮2個方案。以咩名義去批？冇問題，最緊要快，因為而家啲氣價呢，到下一個月呢就已經升咗好多啦。呢2蚊同埋嗰1毫子呢，都係唔係司機，亦都唔係車主對落隊嘅，因為我哋係付出咗。就如果我哋個燃油附加費、燃氣附加費呢，如果減翻落嚟，我哋可以即時減翻落去啊嘛，就對乘客都好有好處嘅。但係如果我哋每次都申請加價呢，我哋想減翻落嚟都係比較困難一啲，對乘客都公平啲。的士代表引述與會嘅運輸署代表話，收附加費嘅方案需要立法。市區的士咧上一次加價咧係舊年嘅6月，起標價由18蚊加到20蚊，而家未夠1年，的士團體就申請再加價。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永報道。有的士同小巴團體就抗議不滿專用氣站嘅價格飆升。再有前線司機團體不滿專用氣站嘅車用石油氣價格持續上升，發動抗議。大約50架的士同小巴去到灣仔嘅專用氣站，只係入10蚊或者1公升嘅氣，圍堵氣站。有參與行動嘅的士司機話經營困難。我哋每日入氣錢其實入氣而家平均每日多咗百零蚊咁樣樣嘅，係啊，同埋而家又整加長減咁樣樣，咁啊行得遠又收得少咁樣樣，但係入氣就翻多咁樣樣，咁其實總之就係多咗收入少咗咯。氣站無錢，氣站無錢。發起行動嘅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代表要求政府批准收取燃氣附加費，認為比加價好。近呢幾個月嘅氣價，短喺呢個3、4個月之內能夠急40%幾，而政府到而家為止一啲都坐視不理。咁喺呢方面嘅時候，點樣能夠對我哋嘅司機作出一個以往嘅承諾呢？嗱，所以我哋質疑緊，究竟政府係咪睇住我哋司機死？有關團體又話，希望政府盡快回覆佢哋嘅訴求，唔排除將行動升級，包括會圍堵港島區嘅3個專用氣站。另外，的士小巴權益關注大聯盟10幾名代表去到候任特首辦公室向梁振英請願，促請政府批准的士同小巴收取燃油附加費。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派代表收請願信。專用氣站嘅石油氣平均上限價喺08年中跟隨住國際氣價嘅升勢，一度升至近每公升5蚊嘅水平，之後回落，其後又再上升。機電署上星期宣布，氣站下個月起加價之後，石油氣平均嘅上限價將會突破每公升6蚊。無線電視記者吳偉慧報導。南非近年偷獵犀牛嘅情況相當嚴重，因為犀牛角可以用嚟做中藥，喺亞洲嘅需求好大。價錢甚至係貴過黃金添喎。咁係啊，有愛護動物人士有警告啦，南非嘅野生犀牛可能會喺4年之內絕種嘅。喺南非比勒陀利亞，一批環保人士喺中國大使館外示威，佢哋上演街頭劇，模擬獵殺犀牛。示威者抗議啲亞洲國家用犀牛角入藥，導致大量犀牛被獵殺。示威者要求中國、越南同柬埔寨等國正視呢個情況，並協助制止。犀牛角磨粉可以用喺入藥，被指對癌症有療效同預防作用。南非有超過2萬隻犀牛，每年會俾獵人獵殺一定數量嘅犀牛。隨住亞洲國家對以犀牛角入藥嘅藥品需求增加，甚至將犀牛角做禮物。近10幾年，南非偷獵犀牛嘅情況越嚟越猖獗。由2010年全年嘅333隻，增加到舊年全年最少443隻，係歷嚟最多。而今年頭3個月就已經有150隻。犀牛角價錢唔平，市價達到每公斤大約65,000美元，即係大約港幣50萬，貴過黃金、白金以至係可卡因。有偷獵者甚至囤積犀牛角，等將來犀牛角數量下跌嗰陣可以高價出售。喺市場買賣嘅犀牛角重量一般大約係3公斤，而對偷獵者最吸引嘅就係大約2歲嘅犀牛，因為佢哋嘅角一般重大約係1公斤，係最理想嘅重量。而獵殺犀牛嘅手法亦都越嚟越進步，因為有手機同埋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協助，獵殺過程更加迅速。
有愛護動物人士警告，南非野生犀牛可能會喺2015年絕種。南非政府計劃設定新限制，遏止濫殺犀牛。環境部門計劃唔再俾嚟自欠缺完善法規國家嘅獵人參與捕獵。當局亦都淨係同中國以及越南等國家合作，致力解決問題。無線電視記者李偉達報導。新聞報導完啦，周榮。第二胎會生下啦。